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困有好无？安怎好？做眠梦哦，困会当困到做好梦还是歹梦？水的梦，感谢主哦，安尼袂歹，困了袂歹。啊，搁有无？困了好是安怎好？忝嘛。哦，昨昏大家运动减菜真有够吼。对，有个人吼，听讲对透早，迄落离开大个所在，一直到下暗9点才有入去，其他时间拢伫外口行，所以运动了有够，下暗较好困。啊，搁有安怎困了好？食药啊！感谢主，这是现实啊，这就是咱的生活吼，有时啊吼真正有需要。啊个药啊，着爱食好料呢。你问大家分的哦，分了伤济的。阮以前伫台湾牧会是伫鸟前教会，啊，阮遐阮教会嘛是老大人真济，啊吼，有一摆吼，就是看到伊伫遐咧摕药啊，伫遐咧嘛咧创啥货，啊，就伫遐咧安尼分，啊，就半粒就好啊，啊，就伫遐吼看伊伫遐咧分。我足好奇的，想讲吼，奇怪，较会食毒食来到教会，啊，搁食甲吼，敢若足重的安尼，好啦，半粒就好啊，半粒无效啦吼，搁加爬一个啊，结果较知影吼，就是要困进前药啊，大家互相分咧食，这是现实，哦，这是现实，咱拢有咱欠缺的所在，啊，搁有困了好的是安怎困了好？一暝到天光。哦，我昨嘛困了足好，因为有开小气。哦，啊无精神，我要寒死。安尼可能你有开小气啊？你无开小气，昨较无遐冷啦吼，昨较无遐冷，精气较冷，精气较冷，啊较冷阁无开小气，吼，一声是。我一直拢咧想象，我伫玉山山顶，所以有即个物件人家早，啊已经袂歹啊。边个人呼足大声，就上好。边个人呼足大声，加足好，这属实吼。啊，昨暗足好困，还阁有为着啥物货真好困？阁有为着啥物货真好困？欢喜。欢喜，所以真好困。啊，搁有啥物货？喜乐的心。喜乐的心，出来生了有欢喜。啊，看到其他的人安尼，所以大家做伙有欢喜，所以真好困。搁有无？啊，若困无好的吼，等下你要直接困吼嘛不要紧啊，做你甲困啊。啊，若边仔吼看到伊咧困吼，得要倒去啊，甲插一个啊，爱互相帮赞啊。我想有个人真好困，有个人出来到外口吼，安怎困就困袂好势。总是咱学习一项功课，伫咱生活上小看，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小的一个部分，我们都学习感谢，并且献上赞美。学习感谢，并且献上赞美。重点不在于睡得好不好。重点在于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生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为着安尼，所以咱今仔日伫开始之前，咱要先三甲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让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到这个地方，在2个晚上的当中，我们彼此生活。彼此读圣经，彼此分享，一同唱歌，也让我们在这里重新学会把我们的生活放在退休 retreat 的当中，好让我们的心重新安静下来，看我们自己一生所走的路，我们走在什么样的地方。主啊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所走所做的。有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好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所做的到底是什么，值不值得？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乎你的旨意？是不是让你在创造我们生命的当中
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把它赚回来。主啊，求你再一次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第3讲，我们重新建立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愿你成为我们的神，愿你成为我们的牧者，愿你成为我们的磐石跟力量，愿你成为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。祷告，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咱来看一位的圣经。来，今仔日的圣经伫对诗篇91篇，诗篇91篇。不管是啊，91篇吧。哦，90篇，对，嘿，90篇。我的手机啊，已经走到91篇啊，90篇哦，吼。啊，这是什么人的祈祷？这是什么人的祷告？摩西的祷告。这是摩西的祷告。我们等一下也要大家一起来念。诗篇90篇。好，咱做伙来看吼。无同款的版本不要紧，我的是用手机的吼，新和合本新和合，我袂记叫啥物，新标点和合本，新标点和合本。第1节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在你看来，1000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。早晨，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花的，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么算数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。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立。这是诗篇90篇啊，我们再来我来小可来，咱慢慢看看一摆。以前无时间好好伫圣经内底一字一字读的咱尽有时间伊讲第1节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
这个世世代代是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我唔知影咱对这字吼，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你的感受是啥货？那我的感受吼，就是上帝吼是阮的上帝，伊是我爸爸的上帝，伊嘛是我的阿公的上帝。啊，伊是我的上帝，我嘛期待伊成做我的囡仔的上帝。我甚至望讲有一日，伊嘛是我的孙仔的上帝，以及我囝的孙仔的上帝，一代一代一直落去。啊，所以在这种的想法里面，这个世世代代对我来讲，就是人一代又过一代。但是有的人很幸运，有的人很幸福，像我是我的阿祖，我的阿祖伫我的家族内底，我的阿祖上早信主。啊，伊是安怎信主呢？来去看卖，我的阿祖，大概要加我80岁吧。我的阿祖，伊过身的时候，我敢若国小迄款，国小1、2年级，我的阿祖吼，啊，我有查甫祖，有查某祖，啊，我的查甫祖先信主。哦，所以我今天讲的物件，大概就是7、8、90年前的事情。好，来猜猜看哦，猜猜看哦，我的阿祖为什么来信主？反正都是猜猜看嘛。他为什么来信耶稣？人无法度啊，会当讲较具体的，为什么无法度？什么？叫日本统治压迫，我听伊讲的。迄个时代啦，对啦，但是我毋捌听伊讲伊去日本安怎呢？无读册，大概日本袂去压迫，迄拢日本拢压迫，迄有读册啊。啊，搁有咧，搁又看卖，猜猜看而已，这只是猜猜看。其实我也没有完全知道啦，但是我知道他在信主的时候写的那一章，哦，他那个觉知，他自己写他的信仰过程，他怎么样，为什么要去信主的那一章我看过，猜猜看，卖想了修好啊，家庭无平安吼，这有一点接近啊，是安怎无平安？我今天讲我家己的吼，我的阿祖。我在讲的不是在讲漫画，也不是在讲圣经故事，我现在在讲的是我们人活在世上真实的情况。囡仔破病是？囡仔破病，有愈来愈接近啊。医疗不普遍。医疗不普遍。传教士到深山里面去。哦，快要中了，快要中了。传贵妇心的。贵妇心呢？哎呀，真正的，早期基督徒很多来信主就是贵妇心呢，尤其是伫台湾沿海所建立的教会，有一半以上那些老的长老都是看过鬼附身，然后在当中得医治的，这是事实。你可以说你不相信那个神鬼。但是你不能不相信眼睛所看到的，那时候的确是这样。各有无？有困难。有困难，对。就是刚刚讲的，刚刚说鬼附身不是。然后刚刚那边讲生病，对了一半。你是讲迄个囡仔破病，但是破病不是囡仔。伊家己破病，破病破啥物病？全部医生的病。医生袂医一个病，我听讲啦，阮阿祖有钱啦，问题是有钱就无效啦。后来找到一样东西去解决他的问题，可是那个问题没有真的解决，就是食鸦片。大概无摇到食鸦片。食鸦片食毒，因为身躯无好嘛，
艰苦嘛，啊你找医生无效嘛，所以医生就甲你讲哦，啊无你若要爽快，你就去食鸦片，啊有钱嘛，所以吼的财产所有的哦，其实我毋知影阮阿祖咧做啥，我毋知影，啊但是我知影哦，伊就是食鸦片就食了伊。无啦，遐钱大概走去连战领导啦。什么？遐钱走去连战领导啦。我走去连战因兜哦，这有可能啦，连战因阿公因兜啦，吼，迄个时代就差不多啊啦。连所以伫迄款的时代，伊所拄着的问题就是伊家己艰苦破病，然后伊家己写的吼，我的查甫祖，我的查某祖吼较有信用。我的查某祖是足有信用的人，但是我的查甫祖吼，就是迄种迄落像迄块佚佗的啦。啊，莫创反正就有钱啊，有钱就拢佚佗吼。后来毋知安怎算的吼，算到身体全歹去，歹去医生无法度解决，就讲无你规气食鸦片去报告的，反正你有钱嘛，就是安尼。所以鸦片食了吼，人还袂死，财产就食了伊啊。然后无钱通食鸦片，要安怎？庆祝啊！改袂起来啊！跋筊已经无钱啊，免收跋啊。跋筊爱有钱才有通跋啦。你若跋了无钱啊，就免跋啦。最后咧，走投无路，所以伊全剩一条路。拄好宣教师来，伫遐甲伊讲吼，你着信耶稣，你着信耶稣。你着信耶稣来改变你家己，所以当一个人吼要认捌耶稣，嘛是需要有迄个机会啦。人伫修顺事，人在太顺畅的时候，你讲要认捌主耶稣，有可能你会问讲，坏，我过了真好啊，我逐项拢真顺啊，我敢有需要一定爱认捌耶稣咧？耶稣有来无来，我日子拢真好过啊。但是当咱人若走投无路的时，已经无法度用家己的能力甲办法来找出一条路的时，拄去楼要跳，河要跳，我已经无别条路的时，伫跳进前，无看卖耶稣你有法度。有真侪人的信主是安尼。他有拄着耶稣。嘿，对。夜行必利那平安。是，这我就毋知影。所以事实就是安尼，当人伫一个困境的中间，拄好拄着有宣教师将即个信用来讲互人知的时，人就伫迄个中间得到一个机会，互伊的人生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所以圣经咧讲信用要怎样？耶稣都说，你有一个法利赛人夜里来见耶稣，一个法利赛人，以圣经来讲，法利赛人就是很懂得那些律法，知道那些宗教的那些东西，比牧师还要牧师的人。尼哥底母，伊来问耶稣。讲吼，你真正是老师啊！你所行的，你所做的吼，若无上帝甲你支持吼，无人做会到啊！尼哥底母安尼甲耶稣讲吧，结果耶稣甲应啥？耶稣甲应讲吼，你着爱人若无顶头生吼，无法度得到永活。迄个人全想讲，是要安顶头生？人出世啊，无搁要倒去妈妈的腹肚内底，搁生一摆吗？我想迄个意思毋是安尼，但是迄个意思就亲像我的阿祖，伊所拄着的，我规世人拢废去。我若无重新开始，我的日子袂得过。所以伊伫迄个中间决志所以伊用伫阮兜吼，伫阮兜的门口入面有一个。大概遮大张破烂，阮爸爸拢甲留落来。我爱阿祖用毛笔写的，写讲伊是安怎信主，就放伫阮兜的迄个，阮兜永安的家阮永安的厝，伫迄个门口遐。你感觉读内底内容？
看无。所以迄份真正伫阮兜的门口，还用毛笔写，用毛笔写。啊，阮阿祖的毛笔足水，啊，阮爸爸吼的毛笔字嘛足水。啊，我甲阮弟弟兄弟仔吼两个细汉的时候，咧写功课，啊，阮爸爸就过来一看。我本来想讲哦，爸爸写字遮水，看会当甲我教一个。伊一看，这无效啊，走啊！差不多迄个意思啦。因为对阮爸爸，也是对我的阿祖来讲，写毛笔字是天生的，不是练出来的。你是天生的会写，我再教你，然后才有意义。你这个朽木怎么雕都是这种样子，所以无阮弟弟伫遮，佮愈好笑。我妈妈甲伊讲哦，阮两个兄弟拢差不多啊，写字拢无水啊。我妈妈甲问讲哦，你字写了遮尔歹，你毋小练一下？